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港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讲到最近，连喺4天之内，就要通过了一个重大的一个条例，叫做《边境地权》，你敢有听过？《边境地权》新条例，佮4天要通过，房价敢会马上来落价？建商话声讲炒房唔是阮，到底凶手是到倒去藏？行李甲地币，政府也佮欠多一项，今日详细来说明白。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咱韩国德林科技大学不动产经营系兼任副教授林王金林副教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是不动产开发商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理事杨家虎。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杨家虎。那么第三位是皇家大学土地管理系这个专任教授陈建元陈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建元。那么第四位是社会主体推动联盟合并研究员廖廷辉。主持人好，各位来宾大家好。那么首先呢，咱就来关心讲，这个去年啊，中央银行升这利息啊第4届，那么有贷款买厝的民众就讲哇，头啦愈来愈塌个痛。内政部呢暗算讲要针对着简单买一间厝，而且呢搁咧立贷款的家庭提供补贴。另外，边境地权就咱头讲的边境地权的条例修正案初审通过，也就是4天了后可能就会当来通过。这到底对着房市会造成什么影响？会咧拍这个炒房吗？到底来理解。央行去年4摆升利息，后备少房贷族压力愈来愈大。以30年期1000万贷款来看，利率为4摆升利息进前1.375%，到即马已经按2%，一年爱加到36564块。为减轻民众负担，内政部建议针对一定所得之内，只有一间厝，而且贷款当中的家户进行房屋贷款定价补贴协助，有些帮助，但压力比较不会那么大。它有补贴，可是你还是买不起啊，所以其实还是蛮遥远的。内政部强调，除了要减轻房贷族交钱压力，也继续办理300亿中央扩大租金补贴，对税厝人增加租金补贴的协助。另外，为打炒房，边境地权条例修正案已经伫法院初审通过。有不动产加达服务平台观察到发现，过去1个月，全台单日卖的厝都增加将近2万件，增加幅度超过7%。其中台中卖压1个月增加7047间上市，桃园1个月增幅也21%，幅度上大。最近房市可能比较面临高档反转的一个状况之下，再加上打炒房，整个市场的一个投资客在出场的速度似乎有在一个加快的状况。这包含青埔它房价涨幅相当的大，因为地权条例初审过关之后，这些区域的一些投资客的话，近期看起来确实是有开始做一个出脱的情形。陈建明表示，边境地权条例当中，除了有售厝金转卖以外，也限制司法人买厝，对整个投资市场的影响是真大。未来真可能会真紧3读通过，所以伫新法上路进前，算是投资客最后一摆的夺命条。这也互一般主题产品或者是有售厝转卖，卖压是愈来愈悬。记者综合报道。咱事实讲吼，这边境地权的条例，那9号会并这个3读若过关，讲预期房价会落收超15%。那你若是要买厝、要结婚生囝的，可能会当预先来规划。但是代志敢有遮简单？咱就看到建商啦，或者是联合公会啦，是这个中介的，这个代销的行业，大家就开始发声。所以啊，咱出这个节目，主要毋是要来冤家，嘛是要来互观众朋友来理解。尤其呢，有3个赞处。第一，咱台湾人的这个房价是安怎价悬，这是咱的强业。这是咱头一个就要注意，这是咱的强业。第二个，咱来面对问题，来解决问题，这个较重要，毋是要马上。所以咱先来针对这个问题来看。首先来看到讲，边境地权修法
建商的这个业界啦有意见，什么意见呢？咱针对的意见啊，这是不动产开发工会这个专联会理事长哦，杨玉泉啊，伊来质疑啦，伊讲哦，你限制换约的转售吼，是过度干预着民众的财产权，咱一刀切会伤及着无辜啦，吼啊，这是咱在场哦有一位啊建商出身的董事长啊，嘛有3位啊有学者，也有业界出身的学者。也有完全是社会主体推动者。咱一项咧，我先读五段吼。第二个，限制私人来买房，司法人就是讲限制你若用公司的名义就去买房，吼啊你就爱吼。但是事实上，房地合约的2.0啊，已经针对着法人底期啊，你若是取得利益，来已经哦抽了60%的这个税啊，吼啊这是毋是合理？哦啊，而且。那学者的认知是讲，这个厝地都毋是普通的商品啊！哦，厝地是咱人的基本的人权，爱适当来保障，啊，是毋是保障过头？咱先来好好讨论。吼，咱修法通过这造成7大枪击，吼，而且行为人甲法人啊，啊咧斗阵法，以早可能是炒房的发着这个业务啊，结果即马要来发这个业务啊，这个公司。因为啊，过去真侪公司啦，若出代志了，伊就换人头，佮做个另外一间公司哦，过来，啊，就这个吹这个杀角吼，伊讲哦，啊应该要回归着这个各北价哦，就是讲咱有这劫币者保护法案啊，一并来规划哦，这讲甲真济。首先我来请到这个林老师我来讲，到底即摆的这个修法，尤其针对着这个不动产工会所讲的。你有啥物代志要直接甲讲啊？恁这讲的唔对，还是有啥物事实要来澄清的？我感觉讲吼，每一个业者吼，每一个团体都拢有伊的表达意见的自由啦吼，这个咱爱个尊重啦吼。那所有的这个改革的这个措施，伫咧讨论的时阵，不管伫咧上较早的什么奢侈税、房地合一所得税，啊，甲即嘛。去年2021年的7月，迄个实价登录2.0的制度，其实拢有真侪讨论，啊，不同的声音拢有关的。那差不多1年半前，实价登录的这个2.0的制度开始上路了后的时阵吼，迄当阵啊，对讲。这个登录哦，什么全都漏哦，逐案登录啊，都有涉及到隐私哦，开始嘛就对嘛。其实我感觉这个意见拢真好啦，啊，互政府甲立法者吼，啊去做一个综合的评估啊，所以啊，究竟就是看后礼拜嘛，后礼拜一定嘛，后礼拜伊若通过，啊，就该当要有违宪的官司啊去拍嘛，无要紧。啊，不过我所了解就是讲是安那这边爱做这个措施吼，这5大措施其实延续是给登录2.0的这个制度啦，因为迄当阵啊开始有一个制度真重大，就是讲预售吼，较早是随便卖拢会使，送人卖啊要转售拢会使，啊但是伫咧这个2021年这个2021年7月这个时阵开始，就是讲你预售一定爱该备查，哦，爱备查，哦，定型化契约爱备查。từ迄天开始了，这1年半个，即卖的预售制度甲过去的预售制度已经无共，也就是讲预售这个专属权利者，就是建商起造人，哦，起造人甲建商才会使预售，啊，所以预售，所以从这个观念开始延伸过来，就是讲，所以买红单的人，伊伫咧2021年，迄当阵啊，就开始袂当红单就袂当转让，袂当转让。啊，即摆来进一步哦，即边佫进一步，甲这个买卖契约的权利嘛是共款，袂当佫转让。哦，啊，这个概念是讲，你转让的销售者。都唔是建商，也唔是起造人，你凭什么要去卖？所以这个部分，这个是一个有一套完整的合理，吼，有一个逻辑性在，吼。啊，那么即摆过来就是讲，
红单也好，也是这个预售单预售的先买人也好，这个部分某一种程度拢是伫个这个预售价亭内底，因为厝拢还未看到，还未过名啦啊，开始就一直炒，可以迄当阵开始有什么揪房团啊，什么林园购物啊，什么这些代志拢是伫个，因为政府抓袂到嘛，啊抓袂到，房价直直被炒起来，啊直被炒起来的时阵，所以伫个这个2年外前迄个时阵，陈教授嘛有参加到研究嘛，迄当阵啊有啲中部遐有一个研究，开始讲法人买厝买主体是要互大的，啊你司法人也毋是像建商。如果若建商你要买土地来起厝，啊，佮来卖，啊，你伊的责任嘛，啊，你若是讲一般的，啊，伫个开曼群岛，伫个什么维京群岛，啊，即马真济法人，啊，倒转来拢买豪宅，啊，这个代志是毋是应该？建商嘛真无辜啊！你开曼啊，你是维京群岛，我也袂当讲你开曼你维京，我袂当。问题就是讲你买迄个厝是要创啥？哈，你是要你完工，你就要完工宿舍，啊，所以顶这个代志，伫个这个到2021年了后开始内政部后真侪研究，甲外国的制度甲台湾的制度比较，啊，所以讲咱台湾预售确实真宽松，真宽，无什么限制。你去看日本预售的时阵，所有的钱拢袂当收去保管机构去甲你保管。咱隔壁迄个好厝边啊、歹厝边无要紧，但是迄叫做中共，伊就爱甲厝起好封顶。起好起到悬啊，伊才会使卖。咱的制度其实相对的宽松啊，所以即马这个拄啊讲5大措施其实讲起来就是预售，伫预售市场要互伊健全安尼俩，伊的目的其实安尼啊。对。即我马上这个董事长来讲者这个预售安尼做落去，对你有啥物影响？啊，恁为什么要来反对？应该是讲。这次修法有几个重点嘛？那当然，首先我在提说这个司法人对这个司法人禁止，我是觉得不合。咱讲给观众朋友听司法人就是公司的名义就去买啦。这是真无合理啦吼。我相信全世界应该嘛无啥物国家有安尼在实施啦。我所在应该是无啦吼。啊，拄啊教授有咧讲这个。这大了这个因为伊的制度吼，伊其实毋是伊其实是讲你开始预售了，伊迄个贷款就已经报迄个开发商，所以你看旧年为什么大了有足侪迄个大家拢无要缴利息，因为伊厝还未起好，所以咱台湾的制度并无比迄个大了较歹呢，咱颠倒咱搁较健全，这是我的看法啦吼。大了你看旧年足侪拢，你看迄有诶啥物，拢伫遐咧。对，集合起来在抗争啊，然后不缴利息，所以大陆的制度好像没有我们好。我觉得我们那像医管公司来讲吼，阮预售的钱拢是放在专户，阮都无咧叮当啊，只有用咧这个工地来。无啊，当时你太佛心啊啦，你不如就卖甲收。无啦，毋是啦，就是讲，其实咱即马嘛是有真健全的制度，咱有信托。啊，咱来讲这个预售，对你来讲有直接的影响无？对，当然这是影响真大啦。这影响真大，我感觉是影响真大。啊，其实这个讲厝要活用，袂使活用吼，这当然这见仁见智啊，吼，这有好有坏啦，吼。但是我个人也是讲公会立场，当然咱嘛是吼，无爱讲吼，大家来插榜，吼，因为我嘛无赞成讲。讲实在，插榜对你无一定有利呢。对，所以其实我嘛是赞成说要打炒房啦，但是也是要小心，不要说。打草房变成打房安尼啦，阮是咧惊安尼啦。哦，这个趣味啊！当时你所讲的就是会当拍插房，袂当拍房啦吼。即我先来请教就陈教授吼。是。他拄啊两位也讲着，讲这个反对着这个干预着民众的这个财产权，吼，这是毋是违宪呢？陈教授。是。即前阮咧讨论这个事吼，阮就讲讨论做这是民众吼，咱咧买物件是宪法着咱保障讲咱自由的交易啦吼。啊，但是厝即款物件吼，就拄啊主持人讲的，厝即款物件是咱基本的人权嘛，咱爱住嘛，你会使卖使迄足好的免入的嘛，但是你一定爱住嘛吼。
所以讲这款物件伫中国大陆，伊就分讲有会使做交易的，有诶袂使做交易，伊就讲一款是个商品房啦，一款是个宅基地啦，会使去有诶放喺市场的，有诶是家己住的，所以咱本来就要保障咱民众有基本会使住的所在，因为你无住，你就无在生存嘛。所以讲，阮预售这款物件吼，毋是讲全世界拢做，其实做的国家较少啦。大部分拢是起好再来卖，因为你厝当然要好好详细爱看，你几千万的厝，你会使讲，看一下3秒钟你就收关吗？对不？所以讲咱预售厝吼，咱的纠纷嘛足侪啦。因为你交厝的时，你验付的是，哇，那个甲之前咱的客户讲的拢无共款吼。所以讲，咱另外一方面，咱有贷款，咱贷款有7成。3成你爱自备款，你去预售的是你红单，你搁出一点仔尔，所以表示讲你会使省一点细条的钱，所以讲较歹听，这本来就是从债务市场里面期货权啦，所以你有一点点仔物件，你就开始会使来，就会使开始来炒。但是因为我感觉进前代销嘛好，建商嘛好。因伫咧行销这厝偌好，毋是讲我这建筑师哇创偌好，我这服务偌好。大概你卖你的厝的时候，就是讲找足侪人讲安尼像菜市啊，讲哇你若歪买吼，有人要买啊。我甲你讲哦，你若搁歪买，吼过一下新年哦要起价啊。所以你即摆咱是咧买厝的时，咱是真正厝你好你买。也是因为你惊有起价，所以你这足奇怪，敢毋是？几千万的厝，你来创讲就咱一般人对着厝地的这个概念啊。虽然政府单位是认为讲，我要保障讲吼，敢若北基业啊，讲吼长安城，互你吼安得天下千万间呐，互你每一个人拢有通啊住。但是实际上，大家是你咧自由竞争啊。你自由竞争就是讲，我这间厝我若买买吼，下厝我要出手的时候我买袂起。所以讲有当写伊甲你讲，你会买袂起嘛？吼，但是我毋知影讲你会买会起也买袂起嘛？吼，因为咱讲咱即摆咱咧扣税是对不对？咱足侪拢无扣到的啦。你真正趁偌钱我毋知影，我著看我有材料甲你出偌济钱嘛？吼，所以咱即摆预售的时，咱著足侪什么做法咧？你拢无你讲厝偌好，你都讲向要卖价，你讲你厝你无紧买，你著要卖掉伊。但实际上有无？无。你干那出几号，干那卖几号尔，你就找足一人买，讲哦停售，其实佫足济，资讯不公开，所以讲你即摆爱公平，所以讲有，就是讲我感觉这预售屋吼，预售即地吼，建商有个代销吼，有讲升过头伊啊，你用像即款这当厂长这吼实来做，安尼我看咱拢袂怕，有的建商就是讲你无去追求讲厝合理，你厝去了占。拢是讲金买啦，当然是到底安尼做是会去伤到因这种较正常、较正直的这个建商，还是去会当真正拍到这歹建商？我是感觉讲吼，你预售表示讲为虾米咱台湾咧做预售，就是讲因为建商吼，本来咱土地开发吼，基本上拢借足侪钱啊，家己的本较少啦，所以你起厝的时，你会使土地融资，你会使甲银行借钱。你起厝的是因做，你嘛使甲借钱。你搁甲你要预售的是，你搁甲民众搁摕一笔钱，所以你家己的本吼其实无济啦。所以表示讲，你若较好的建商，像迄香港的大建商，家己的钱较济，起得好是我咱足济物件，咱甲银行借起得好，我甲卖互你。咱这起的过程里底，咱拢直讲提钱，建商的钱较少，所以嘛讲即边啊安尼铺落吼。中型甲小型的建商影响较大，因为你用别人的钱去算嘛。你若起不了，你就炒伊啊，你就是民众，你就无厝好住嘛。银行嘛做麻烦的嘛，所以变建商其实你爱国家会注重讲，你爱稳稳实实去做建筑，莫干那像你厝你算财务安尼。这就是中小型的这个建商会去遇到这个代志吼。就请问这个庭辉吼，你感觉这摆这个手法？你有啥物道理？尤其这预售的预售屋是不是可以转售这件事情呢？因为预售其实它起源于两岸三地，但是其实有些国家它还是有一些预售的模式存在。那像法国他们的预售屋其实就是严格禁止转售的，对，所以这个其实在国际上面当然也是有它的范例出现。所以这哪要拍这个宪法的这个？阿哥有得拍哦，对，因为就所谓的比例原则嘛，就是你要限制人民的一些合理的权利，那必须要有更大的一个公共利益在背后背书才行。对，那居住当然会是一个可以衡量的范围，所以
违宪的这个说法，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宪法的诉讼来去看啊，那个不是说用喊的就可以说是违宪的这样的状况。是对。那司法人的购屋的话，当然司法人购屋目前在全世界可能没有这样子的范例，但是台湾的有自己台湾特殊的状况，像内政部它公布的结果是说，在民国109年的年底，对，那这些司法人，而且尤其是不是这些不动产业跟营造业的司法人，就如果你是本身是建商，你手上有房子很正常。可是如果你不是这一行的，那你手上有多少有房子是在这些公司手上？有大概34万户的住宅，是住宅不是商办，在这些司法人手上。你经营公司，但是你不是做这道的，但是你手头有34万户。对，而且这34万户。难道都是做就是员工宿舍吗？不可能嘛，因为台湾的租屋族差不多100万户。当时长伊嘛真冤枉啊！我唔知影讲你到底是嫌啊好啊爸，我干那讲你摕钱来，啊你就一切合法，我就卖你啊。银行甚至也贷款给伊呢，无你就等要银行贷款迄段来甲切断。你因为你来安尼咁创，他做这个当时长也提了一张啊，讲事实上。司法人即马的这个抽税已经抽到60%。当时咱先停起来吼，你有当时长来甲咱讲者，这个房地合一这个税率啊，已经有60%，唔是讲40%吗？安怎讲？应该是安尼讲啦吼，咱105年房地合一1.0的时候，那时候确实是这个司法人是有漏掉。这个课税有漏掉，所以其实是个人比较重，是，然后司法人比较轻。那房地2.0的时候，但都讲告诉有讲哈，房地2.0的时候，应该110年的7月1号实施房地2.0的时候，已经把这个漏洞补起来了。所以其实就是说，这次限制司法人在购物这一块，其实漏洞已经补起来哈。而且我们刚刚看一下这个表哈，我们其实用个人买哈，它的税是反而比较高的，为什么？因为一样嘛，房地合一税先扣一次，然后你在公司你要分配给个人，还要再扣一次，所以这个税率是有可能高达超过60%哈。这个是给大家参考看买。这就是因司法人就去买，反倒来，再抽200倍就对啊。对。安尼想敢对？我感觉讲税部分吼，税部分另外一个思考啦，因为。咱鼓励长期持有，唔是短期投资，所以短期移转迄个部分税应该较悬。韩国捌一遍就是上过甲90%上悬短期个。对，对。啊，所以迄个短期移转的炒作迄个部分的税率悬，这个部分甲这个咱即摆要讨论这个代志，应该是会使脱钩两件代志。拄啊，庭辉你讲迄。内政部的资料内底吼，108年甲110年，就是这3年中间，每一年移转的这法人哦，公司法人迄个部分的移转的有12000几件，15000件，17000件，直悬起来。表示讲啥？表示迄个时阵吼，就是讲房地合一税也未。甲这个部分呢并进来的时阵吼，你迄当阵的公司法人所得税应该有看到这个浪加17%、20%尔。所以大家迄个漏洞哦，大家就安尼两，这个数字就是反映迄个心理嘛。迄个心理内底就是你讲啥？讲公司本来就是你要有经营事业，你才去租一个公司，结果毋是公司要来做人头公司。所以咱即马伫个这个平均地权条例内底规定讲，司法人如果你若无需要主体，你就莫去买主体。这个代志简单讲就是源头管理啦，源头管理啦。无你讲你要去遐个查税，创啥迄个代志拢上慢。互伊卖买，你若有需要，即便伫个这个。顶个月立法院的审查会嘛，佮甲伊讲说，毋是全部拢爱许可。中央政府伊有哪会使去定一寡设计一寡免经许可的项目出来，
哦，唔是讲全部拢一定爱许可。唔是讲1万几件，我逐项就要甲你审查。伊爱有一寡哦，比如讲经常性，拄来讲营造厂啊、建商啦啊，是一寡即个，要来讲原早已经有成立的公司等等。我感觉这是我家己咧想，但是伊既然有，属其过往啦吼。伊既然已经有写免经许可的情形，有这个免经许可的情形，啊，当然你。内政部你就爱去定嘛，你就爱去思考一寡合理的，合理的。这就是因建商的这个空间啦。所以讲，伊这到底是有违宪无违宪吼？咱拄啊听话讲法国的阿鲁尔法，搁一个就是德国的宪法，德国宪法嘛规定讲，你根本你买土地，你有义务爱去使用嘛。啊，你买主体，你公司是免去使用，你一定去马里亚去住，啊是去一寡费用啊，一寡你来做。囤房嘛，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讲，咱伫个遮讲，这个有需要无？啊，土地日本的土地基本法吼，伊也规定，伊的第4条规定讲，你买土地来，你就是袂当投机，伊就甲你明文规定你袂当投机。所以这个司法人袂当持有这个主体，这个代志，我感觉。以我用学理来看，伊有是一寡必要性，伫个这个时阵来看，那么开发商若是讲，当然这个代志会过袂过，咱嘛唔知啦若会过，有人要去拍宪法官司就去拍嘛。若袂过，我感觉其实这个案伫个遮嘛是呼吁各党团因为。去年3月就已经送到立法院，甲即摆开始讲急要修法咯。对啊，今仔日少年人无甲民进党架势这个法案可能嘛袂过啦。所以这个时阵老师你有讲到一个重点嘛，这是为着要架势互少年人看。对啊，因为少年人甲民进党、甲执政党架势，但是我来问着讲，你架势着这个执政党嘛，架势着建商，但我咧问讲，建商无影响啊。建商第一就是讲，伊有土地，伊去买土地来起厝，伊本身就是伊的业务嘛。营造厂也是讲，原早伊有经营这个行业的公司内底经营项目非常的自由。因为咱看一年他听起来老师讲的，一年万几件，一年万几件，一年17780件。手头有的34万吼。对。咱摆做这个生意，敢袂使？但是对。对啦，我是认为讲这是自由的社会啦，自由的社会，因为咱台湾不是计划经济嘛，咱是自由经济嘛，我是感觉过多的限制不一定是好啦，不一定是好那因为这个可能每一个人立场不同啦，当然就我们建商或工会的立场，那就你公司来讲，你无做这个生意还 OK 吧？应该是安尼讲，就是讲，比讲我公司的主力我是做都更，我做都更，咱咧进行的时阵你若讲爱个核准啦比如讲我送个核准，我明明讲好随咧签啊，我个核准，这款的就是这个合理的免许可的范围。对，高雄甲你赞成。但是就是讲我知，但是讲这个司法的限制问题就是讲，这后边要安怎做，我唔知影，我会惊嘛等于讲你你讲这都更不限制，可是不限制是怎么个不限制法？因为搁一个就是讲，我所在讲就是讲，咱这么用司法人1年的买卖可能有1万多件嘛这到时候如果你还要再核准，那你内政部、你内政部是要准备偌侪人力来审查，审查是要偌久会通过，这是嘛是一个真大的问题啦。我是感觉这是一个足大的问题啦。是，陈教授是。有关这公司法令你买厝我看拄啊，林老师有讲过啊，这拄啊，迄税率迄拢是短期持有，才会卡着这税率啦。你若长期来创绝对拢无问题的啦所以讲我感觉限制司法人其实应该是对建商嘛是无差啦因为你建商因为阮是希望讲，你像迄保险公司，伊嘛会使投资房地产，但是你嘛袂使投资住主体，你敢若会使投资商业的，你袂使来抢这。所以你若一个开一间公司土地对一间公司来讲，应该是你的生产的工具，唔是你的财务的工具啦。
所以你应该就经济学理论来讲吼，对于这个公司来讲，土地还是厝吼，拢是干租金尔啦，袂使去拥有啦。所以你看咱足侪工厂吼，拢毋是开工厂你趁钱啦，拢是你买土地资产你借钱啦，你趁钱啦吼。所以这是咱即摆台湾的习惯啦吼。所以讲你来严格来看，咱来司法人来讲，其实上你是需要税这空间啦，但是无一定要有拥有这空间啦吼。所以我感觉讲是这是。但是咱政府讲这个，阮当时嘛有讨论讲限制这，那想讲建商厝卖无了，迄村的余屋要安怎做？啊，都更这想要安怎做？所以阮这条嘛是讲限制哦，啊许可，政府你把关哦，该奇奇怪怪要把关。啊，这后摆确实是讲内政部后摆你讲免经许可，伊需要许可，慢慢的解除迄公务人员要薪资的迄负担啦。就我来看吼，这条法律吼，可能是厂的后壁啦，来，唔是讲定拢袂使，应该是拢大部分拢会使啦。老师，你即摆讲的是应该嘛，但是现不现就感觉讲9号你就是三读通过啊？你会惊嘛？咪会惊嘛？因惊讲唔知影讲，这我是感觉讲这是内政部吼，慢慢啊后壁爱出来讲，这条是哦，是唔是惊讲拢袂使？哦，爱惊。啊，即摆慢慢啊出来讲，啥物是会使？因为你即摆政府嘛，你推广啥物包租代管嘛，你这嘛是讲，包租代管嘛是有诶，可能嘛是公司嘛，吼，有诶足侪公司来经营，啊，这是拢是合法的，这拢是 OK。但是即摆可能政府一个权利讲，我会使看这有诶奇奇怪怪，你都要来审查，哦，等于我看是有点是那个保险机制啦，哦，避免就是有诶先挂一个保险，挂一下保险。我你若真正是无乖，我政府会使开钱。哎，哦，这小等讲好，当时你有听吼，当时你有好好会听会。这整个来看，这个4大5大方案，恁敢有啥物回应？尤其恁后世是讲，你在这个社会主体这个推动者来看，回应是说这5项，这5大招啦，这拍这个拍，头仔当时你有讲。你会当拍插棒，但是你唔当拍棒啦。啊，这到底是拍棒还是拍插棒？你家己？这次的法案它很明显是打炒房，而且是只针对投资客。如果你是买中古屋自住，或是你是买预售屋自住，都跟你没有关系，你可能还会受益，因为你买的房子不会再被别人炒高。对，所以这个目标是要明确化的。那当然，房价有可能会因此而有一些往下修正。那最主要也是它也不是均值的，它主要是在一些这几年来预售的建案推的比较多的区域，那或者是投资客比较多的区域，或是余屋比较多的区域，它的这个修正的力道才会变得比较大。那对于司法人这个部分，我觉得技术不可以推翻原则啦。就是说，管制这一条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目前司法人购物的状况该不该管？它目前有什么样子的负面效应，以至于政府必须要出手？那我们刚刚说，109年底这些法人他有34万间的房子嘛，在同一个时间，政府也统计说，那个时候全台湾的平均的空屋率大概是12%，但是这一些司法人他们所持有的房子有22%都是空屋。所以这些司法人，他拿的这些房子，他绝对不可能全部拿去当员工宿舍嘛。那这样全台湾有1/3的租屋族都是住在员工宿舍，这想也知道是不可能的事情嘛。对，那空屋率这么高，对，那这些而且尤其其中是那种5年以下的新房子的空屋率又尤其高。对，那为什么这一些他明明就不是不动产业的？明明就不是营建业的，持有这么多的房子，新屋、空在那边，其实很明显的就是要做投机的炒作。对，那我觉得这一个事实是很明确的。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是要对这件事情先抱持着一个我们为什么要解决这件事情的一个观点跟立场来去看这件事。是，当时对，互你一摆来回应，因为3个可能立场哦，甲你小可无共款。他拄仔听辉讲的吼，是讲。这一处这个法案，这个条例要修正的是要针对到插房，唔是要来拍房。但是对恁来讲，整体这个行业可能会因此来帮助。譬如讲，头拄陈老师讲，中小型的这个建商可能会帮搬去。你佮咱讲一摆，这个逻辑，还是讲对着这政者要来提醒什么代志？
应该这样讲啦哈，就是说其实，这次我们央行其实也有4波嘛哈，有4波的信用管制哈。其实这个是一道的加哈，我觉得它这个，我觉得央行还是非常有智慧的哈。它这样一波一波的加，就是很渐进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哈，慢慢让大家知道说哦，这个不能过度杠杆。哎，赶最贵单啊！哈，而且央行总裁也讲说，如果照这样的话，应该是房价可以软着陆了哈。哦，当然我们房地产业者我们是担心说用这样力道过猛，我们是担心会是硬着陆。我们现在是担心这个啦。好啊，尤其是其实是我觉得这里面的法案，我觉得司法人这个条例，我是觉得我们是最反对了。哦，那其他的就是说你要打炒房。这个我们都是非常赞成哦，因为你看这一波去年前年应该是说前年开始这一波的这个房价的浮动了哈，其实双北是没什么涨，其实双北是反而是在反映那个造价。其实以我们公司的案子来讲，我现在已经有几个案子完全是获利是归零，因为造价涨的实在是太离谱，因为一次涨了3%。你嘛无法度甲计小调管。对啊，房子都卖了嘛，啊，就是后面你要再加，也不是消费者还是会考虑的哈，不是说你想卖多少就多少，反映多少。那中南部或许这一波是因为涨得比较多，哦，这个是有这个熟悉咯，吼，咱看这张表顶头就知影。对。你台北市698件，吼，啊，其他。差了上悬是倒一个县市？咱看到红线，这台中市。台中加高雄。台中加高雄呢？对啊。老师，这是什么情形？所以这安尼拍敢拍会着？所以讲吼，我先回应讲，当时长你讲的司法人这个代志，咱拄仔讲一年才万几间的厝去互司法人买，啊，建商工会不管是理事长还是各官，全部来讲这个无合理，迄。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搞不清楚。对建商来讲是微乎其微，因为你每一年一个公司的销量，搞不好就几千户的、几百户的房子。譬如讲，当时你可能一年就4、5万户啊。无来讲准4、500户啊，但是你看所有的建商来看，迄户数是微乎其微。但是咱点仔你讲，咱定这个法就是讲，伊本来应该就无应该来买这主题人，咱卖互来买，互你这个预售的制度、预售的这个市场，互伊较健全。啊，对开发商来讲是应该是好处啊。那会讲大家拢伫反对，我是来先想我着替恁的立场咧想，我嘛想无，吼啊，所以我你感觉讲这开发商工会应该思考这个法吼，其实是。安民心，我感觉真重要。而且拄仔讲，咱有一个开一个门，迄个门就是讲合理的。咱较早伫个特销税也好，这房地合一所得税，拢是销，或者不能去，所以把咱讲拍甲大家拢连买车位的人啊，其拢爱去特销税、房地合，所以即马真济，所以中央公告会当核准的范围内底，不管是转售、转让。拢是共款，拢会使，拢会使。啊，你讲司法人伊要买，啊，你若讲这个根本你即摆像陈老师你讲，你着去配合政府的政策，啊，你来做这个包租代管，啊，你买搁较济厝，你来做这个，互迄个租赁的市场互健全，好代志啊。而且这我嘛感觉讲，我会使呼吁中央讲，像这款代志应该是爱甲伊免经许可。对，啊你像这代志讲，啊你怎啊影响的户数无遐尼济，啊开发商一直甲伊反对，一昧反对，我感觉这无道理啦吼，这是恁再去思考看卖。那么至于讲，像主要讲这张表内底，真正就是反映出来讲，投资客愈济所在伊的。房价就差较悬，差较悬。那安尼对建商无有利嘛？因为你获益的部分拢是去互遐个人赚去嘛。啊，所以今仔日这个5大措施若是通过吼，我感觉阮是希望讲预售市场回归正常。回归正常。我去年替信义办学写一篇预售制度50档。啊，迄代志，咁每一个家庭，其实拢是一步安尼来。啊，来到这个勘站，预售制度若要继续，互伊
继续实施。莫讲咱台湾都有预收，啊，你即摆给关起来唔好，啊，你若怀实施的时阵，有一寡这无好的这个措施，应该适度去甲伊制止，按打炒房、炒作这个代志，如果若是受到某一种程度的压制，安尼对开发商是嘛是真好啊！啊，消费者啊买厝的人嘛较甘愿讲，啊买得较悬较低，伊嘛较甘愿。我感觉这大家会当来思考啦。当时长，互你马上来回应。对啦，即摆是咧对我来讲，司法就是讲，因为目前咱台湾都有这个预售的制度嘛。好，啊你比如假设即摆已经目前预售已经被啊，啊等下要交厝，即摆这法通过啊，那到底这是要追溯还是不爱追溯？无啦，你到底这是会使也袂使安尼，这我嘛拢唔知啊。法律一定是有一个不溯及既往原则伫遐啦，因为咱中央标准法都有规定啊，这个不溯及既往这个原则一定是袂当去改。这办规划袂影响，对啦，这办规划袂影响吼。啊，但是对着整体咱的产业是毋是会来动策？会对着这整个产业来扯落去，敢会？这办几件？当我即摆讲的，这是其中一项司法人，但是咱即摆是拢总5项嘛，吼。当时你看其他还有啥物？多一项，譬如讲动发差错行为，建立检举的奖金制度，啊，暂定司法人，吼，买厝的许可制，吼，啊，预收该约必须来申报。对。比如讲这个有一条吼，就是讲行为人跟法人并罚。这个是一种连坐啦，吼。啊，假设如果比讲，咱这个法人吼，比讲咱的委托这个销售公司有在卖，啊，但是咧销售的咱有一个销售的说明会，哦，我有甲讲，比如讲咱有甲讲，你袂使违法，哦啊，但是咱也有讲啊，是咪讲咱就可以排除我们这个法律的责任？哦，比如讲是咪讲，比如讲这条你是咪要加一个？比如我这个。法人我已经事先有要求，条款，我有要求说你不能违法，哦，但是可是他又违法，那这个责任可能就不是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已经有告知嘛。所以代销公司跟员工之间拢要写一个切结啊。对啊。我已经跟你讲啊，我有跟你讲啊，啊，是咪安尼咱就我就不可以不用受罚，啊不我就要连坐。安尼咱我们就很倒霉啦，就这样。好，但老师，你认为这样的可行，有可行性吗？这嘛是点不困难啦，因为你讲等于踢皮球啦。就讲虽然我有做法律的这款物件，但实际上，你法嘛是法这营业人员嘛。啊，正常有啥物会有设计这条，就是因为讲做一头家就说叫你安尼做嘛。啊，你法员工嘛。啊，法庭就迄是员工个人的行为。如果即摆人讲切结，讲你所做的行为，你若有差错的行为，是你家己你自己。你若是头家叫你安尼去签，你嘛是爱签吗？这民法本来就规定受雇人雇佣的法律责任的连带责任啊，因为民法本来就规定啊，所以这设计其实嘛无需要，因为你本来就有连带责任，啊，你因为你又有权利的关系，其实你叫伊签。所以说，但是当时你有讲的，就是讲啊，伊若是私底下为着要竞争、要买、要创啥，啊，伊家己去甲人创工，你袂使，你伫这个契约的你管理员工啊，袂使无按照你的企业文化，你嘛会使改擦掉啊。你若讲你遮坚持，你若发着像正经信用房屋嘛，是讲伊真若发着讲你若插房啊啥，哦，你就爱甲离开，哎，这是变成是讲你公司要安怎管理你的员工的问题啊。啊，但是迄阵是就会罚着公司哦。嘿啊，迄阵是就会罚着公司哦。是啊，所以你因为你这款文写这物件吼，大家唔知影实的虚的啊，罚钱是实的，就表示讲你绝对爱做实的啊。哇，这个经营上就愈来风险愈来愈多了吼。这我是，但是你小弟，我请庭辉啊过来讲，今仔唔是三个都对你一个啦。好，咱是来好好讨论下庭辉。那对于就是刚说的，就是并罚的这个条款哦，其实里面有很多内容是绕不过去法人的，比方说你协助就是去转售预售屋的契约等等，那或者你协助他刊登广告，对，那你不能说就是这个都是我员工做的，我不知情，那这个私底下一定会有很多的漏洞存在，对，所以去设定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讨论，但是有它的道理存在。
对，那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说包含就是整个预售屋的换约，或者是说像是限制司法的买房，我会觉得说，像有一些说法其实是不太能够被接受，像是有人说啊，你不让这些司法人买房啊，有些外商公司来台湾，那他就会更麻烦嘛。对，但是实际上很多外商公司，他来台湾，如果他说房市炒作的话，他在台湾买房子其实也反而更贵啊，或者他要长租也变得更贵。对，所以我觉得这一些内容其实也包含吹哨条款，应该要回归揭弊者保护法的这个说法。这个其实就是想让它开花啦，就是让它不成，因为揭弊者保护法会什么时候过，猴年马月谁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看到整个2021年，我们的房地产的一个稽查的小组。他会去各个地方的那个预售屋的基地去查说你有没有什么违规。那里面有包含有是建管的人、地震的人、消费者保护的机构。那所以那一团都是庞庞大大的，能查的不多。整个2021年只查了82件。那有一些他们查新生哎，查新生哎，查对啊，有一些有一些台中市、新竹县市、台南市，有的查0案，有的查3案。都中对啊，所以这些事情就是我们的查核的机制其实是明显不足的嘛，就是人力不足。对，像从禁止红单转售是从2021年的7月开跑，一直到现在为止，红单转售1案都没有查到，大家相信吗？那个其实是查核人力的问题，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些条约其实它都是去填补，就是过去我们在执法上面的一些漏洞或是困难，这部分其实是应该透过这次修法来去解决的。是，观众朋友吼，唔通掠做讲，咱是咧讨论法律啊，唔是咧讨论这个条例本身啊而已。咱是咧看讲安怎要互这个少年人哦，会当有厝通好住，吼，你买得起，你嘛想要买的人，你买得起；想要住的人，你住得起。甚至讲政府有啥物通天的本定，哦，每一个这个少年人拢有厝通好住。咱来看这个图表啊，这个图表顶头真趣味咧。即我讲这个六道轮回啦，哦，这个咱台湾人的共业啊，咱台湾人普遍拢讲吼，要有土殊有财，吼上好要有一个厝体，吼啊要娶某，吼还是要建立家庭，这时代人一定讲啊，你要有厝无？你有厝通好住无？吼，所以头一个条件，啊第二个伊才就开始写，伊讲吼，头家以及投资员工不如投资房地产，迄就是司法人啦，伊就安尼想啦。因为缺乏啊创业加薪、消费动能，整个社会经济近乎着即个停滞，吼。所以呢，人民有钱了，与其创业，不如呢来投资房地产较紧。即个原始累积啦，买土地，啊，过来顶头，因为高房价咧走，压力个增加，唔敢消费，啊，店家呢？即个趁钱减少了，无法度加薪，无法度加薪的员工啊，人民因为价薪哦，高房价，咧为着即个买厝来增加着支出，哦，来过来欠钱，啊，结果呢，整个社会就安尼六道循环。老师，咱这连续上吼，咱若是民进党哦，国民党咧执政的时阵嘛，因为是着社会压力，嘛是一再咧来改革吼。我相信董事长啊，这一路吼，我感觉吼。即个建筑业有敢若一个原罪伫个，哦，我毋是要替你翻案来啥呢？就是讲，咱整个社会这是共业，咱敢有即个彻底通好来解读？譬如讲美国先单也好，我想是无啦。我感觉讲拄啊，咱针对今仔日的议题，咱是想讲，迄市场互伊健全。市场健全，这是咱今仔日的目的，哦，咱即摆修法的目的。啊，若是拄啊，你讲六道轮回这个代志吼，我感觉讲政府应该去创造多元主题。咱听观众朋友嘛，唔通讲一直想讲啊，无厝无所有权唔好，租厝也是讲地上权的主题啊，甚至我感觉讲建议讲，政府应该。思考讲较长久的租赁，能够韩国有一款叫做长租的那个哦，长租的迄款的吼，迄互伊20年、25年、30年啊，迄当阵啊厝旧啊，你再个换厝啊，迄个厝才互政府收到转去。如果若有一款制度开始咱主题法内底吼，
敢若唔是讲包租代管，啊包租代管就是5档，哦，上这5条了5-6档尔。我感觉这个部分的期间吼，较使若是讲咱的主题量，哦，政府公有的主题量若会当较提的时阵，哦，迄个多元主题政策吼，应该爱一个时代，一个总统吼，应该去思考这个代志，哦，或者开发商回归到伊开发的本色，伊的专业就伫开发，开发建筑，建筑的厝伊毋是伊无需要背负迄个原罪吧？哦，咱的市场互伊健全，咱的多元的选择，咱去做的也是讲阿瓦斯你推迄个合作主题，合作主题概念就是讲咱3-5-10个来，咱会来合作来家己建，开发商甲营建商就合作嘛，这个代志，迄个自力更生、自主都更的迄概念嘛是安尼嘛，所以这个多元主题这个概念吼，应该下一个波段应该思考，慢讲行就是爱去买，无买吼，咱变做污奴，恶性循环啦，安尼恶性循环，这个是无好的代志，这个就是一个观念，这观念无改吼，我看这个观念若无改哦，大家还是共款啦。当时对。对，我是真赞成教授讲的吼，有一个多元啦吼，就是讲咱即摆有商品房嘛吼，咱即摆有社会住宅吼，即摆有包租代管，等于讲这个要多元，政府应该再加大力道，比如说在这个社会住宅或是，但是因为现在台湾这一波其实最大的问题是缺工缺料跟原物料的上涨。听讲你已经请无工人，工人要求讲一定要发现金才要来。对。即摆就是讲，最近有一间大企业，伊嘛就讲发通知互伊迄供应商讲，即摆票期啊加45天。我毋是，我即摆拢咧处理讲倒一个工班，明仔载若无发现金，伊无爱来。我即摆拢咧处理这款代志。哇！所以其实对阮来讲，阮是足辛苦的啦吼，就是讲，拄啊教授咧讲，我是很赞成。咱比如讲，咱新加坡嘛是有这个组屋制度嘛吼，咱台湾就是讲，咱即摆同大问题就是欠工。政府应该是讲，你来看看，无你即马捷运啦吼，即马咧捷运台北市的这双北捷运，你看偌济站拢发包袂出去，即马讲即马社会住宅嘛发包袂出去，你这就是你的根本问题在这里啦。很不很实际的问题啦。那是讲，咱即马要真实去面对真正的问题，吼，莫讲咱搬一个讲咱在打炒房变打房的这个，后来互大家看。我是阮业者的心声是安尼啦。就恁的需求嘛爱照顾着。咱真正去解决迄真正的问题。好，唔是讲来搬一个讲我来修这个法我来。但是因那是实际讲咧要求恁来参与的这个修法，恁就爱参加。不要说修一个法，让大家有个感觉，说我们现在有在重视，你打完呢，这个法律法通过呢，那这个问题还在吗？还在嘛？对嘛？你讲这问题，因为那存在你所以希望伊唔当4天就3读通过啦。唔是啦，我即摆是讲，即你讲通过这吼，但是你的问题嘛要存在。爱解决，爱解决。陈老师，因为我所知讲房屋税、房税合一了，咱这个税收是用伫长照是是用伫长照那我用伫这个互因少年人会当大，恁后有赞成先请陈老师。是这问题吼，这个房地合一税用的这长照吼，就是表示讲，其实咱大部分咱的地方政府拄啊开始讲，咱所涨价归讲吼，其实咱地方政府主要的收入就是像这建商土地开发，就是靠这标数，有的人讲土地，你是咱政府的标数是不是咱第一步？但是因为咱政府本来伊的特色就是讲，我公共设施做了足好，我人足侪来，我的土地就起价，这表示讲我实情足好嘛。所以这本来就是，所以政府爱做的物件是讲，咱近卖是不是讲，咱土地区段征收啦，中划啦吼，咱政府。市场你有啊？是毋是这地卖个卖啊？变成去做这社会主体，做这物件，互咱少年就好啊。那另外一部分，我今仔日主持人讲，咱这拍落房价会落无？我来看吼，大家其实我感觉袂落伤济。咱这恁因为基本上吼，咱足侪人拢感觉咱台湾的厝吼起伤济。其实我感觉讲，咱台湾的房地产足好的。
足侪人需要，全世界华人社会拢做爱咱台湾的房地产，所以咱的需求足悬的，无像日本哦少子化，咱的需求，但是即边咱起伤济。建商吼是足可怜，因为建商一只足侪人来买啊。但是有人替你讲话。哦，建商直直哦，我嘛直直塔价，为什么呢？直直塔价就直直买啊。所以你意思讲，可能海外这华人会来登记。所以讲，伊刚才是直直去对嘛，对了，即摆起伤济，所以对建商来说，其实伊无爱起遮济，伊嘛无爱落，伊有厝卖上好。伊会使厝卖20年、30年之上，咱稳啊起是上好生意做多不如爱做长久。对，啊，这边我是感觉讲是讲转来较正常，但是我感觉这边中小型建商足可怜，因为伊缺工缺了，伊抢卖啊大间的，所以伊敢若继续甲塌起哩。啊，伊本来资金就无够，但是咧，咱这小型的建商伊上愿意，这嘛爱想办法咯。上愿意降价，而且上愿意做一下新的物件。咱即摆大建商，伊无欠银行嘛，伊去股票市场讨钱就有啊嘛，所以伊可以慢慢等啊。所以这中小型建商，我刚刚嘛是在照顾。是，听位，拍谁？那其实现在的缺工缺料有很大一部分是过去这几年是过度兴建啊。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大概全台湾开工7万户住宅。到了2021年的时候，我们开工了13万户，我们现在连社会住宅几乎都快要发包不出去了，所以其实这个缺工缺料，我觉得政府跟